揸越野車玩飛索同埋去漂流。不過仲未到我哋下一 round。啱啱有一批人翻喺度嗌救命，我覺得我哋都會係咁樣咯。已經放棄咗啦，我上咗去架車，我負責錄片。喂，講40分鐘啦，跟住去得27分鐘啦，定係27分鐘？佢整個成條勁顛簸，同我之前玩過完。我之前玩嗰個一開始呢度係勁順嘅啦，佢係有時候俾你影下相，跟住去到河流嗰啲咧，又係有停低俾你影相下相。咁呢個完全冇咯。識拉好唔好玩？你介紹。好刺激啊！媽咪覺得咧好唔好玩啊？飛索可以，都有少少刺激。冇乜離心力咯，其實。同埋佢呢度咧勁低，好安全咯。跳舞機，即管睇下9公里有幾長。哇！好似好刺激咁啊！嗰啲係高速過嚟㗎。哇！好多人啊！等水又等水啦！有啲交埋嘅，佢哋會拎啲等嘅人。有影相啊！好玩嗎？好玩。1、2、3。呢度唔可以擘大個口笑㗎，隨時有人潑水入你個口啊！Lucky girl， 似冇想中咁危險。哇！碰碰船嚟嘅根本。哇！有大象啦！